小女孩摆弄着娃娃，丝毫没有注意黑暗在逐渐靠近。等她转身发现已经为时已晚，黑暗将她团团围住，转瞬间便失去了意识。而小女孩恰好是查理的女儿，由于查理跟随扎康进行驱魔行动，平时与家人也是聚少离多。今天是女儿的生日，查理特意回来，却发现女儿遭遇不测。其实她并没有死，只是不管用任何方法都叫不醒。同一时间，这样的患者医院里还有很多。既然是灵异事件，扎康必有感知。他用刷子蘸着特殊的粉末涂在小女孩的嘴唇上，发现她的灵魂已被人偷走。至于是被谁偷走的，需要请高人帮忙。他们来到军用品商店，可当店主看到扎康，立刻举起了喷子。因为当初的纽卡斯尔事件，让店主至今对他恨之入骨。但救女心切的查理可不会管他愿意不愿意，以暴制暴，简单直接。被逼无奈，店主将约旦河水倒入手中，随后通灵仪式正式开启。Daddy, what's happening? 成功连线，扎康便急切地询问女孩周围的事物，希望能得到幕后之人的位置。可最终计划落空，不但没得到信息，反倒被精神力入侵。对方开始与扎康对话，甚至幕后之人还认识扎康。扎康通过激怒的方式试图套取他的位置，可惜被幕后之人识破，就连店主也遭到牵连被焚烧。原定计划失败，泽德准备利用自己的灵视寻找女孩。潜入后，他看到魔法师专用的各种道具，还有一节报废的火车头。到底是哪里会同时出现这两种事物呢？原来是废弃已久的哈金斯火车制造厂，但此刻意外却发生了。泽德透明的灵视也被对方发现，甚至还被伤到了元神，这可能就是扎康最初没用他出马的原因吧。很快他们便赶到了火车制造厂，只不过这里并没有停放火车的地方。扎康口念咒语，紧接着废弃的大楼凭空出现，很明显对方非常狡猾，可他隐藏老巢的障眼法却是最低级的。难道对方还有其他的目的吗？然而幕后之人早已恭候他们多时，其实他与扎康是老相识了。他名叫菲利克斯·浮士德，曾是黑魔法师梅林维亚的跟班，但现在他已经自立门户，因为他开创出提取灵魂强化自己的方法。听到这些，查理便气不打一处来。不过他们都低估了对方的恐怖实力。灵魂攥在他的手里，我方就不占优势。如今这种局面，扎康只能答应他的所有要求。原来有一只眼魔经常偷取属于他的猎物，所以他要扎康将眼魔驱逐回地狱，那样他才会放了小女孩的灵魂。按照魔法师的规矩，两人结下了血契约。此时查理就是个即将要爆发的火药桶，怕他坏事，扎康让他先回医院照顾女儿。可眼魔也没有想象中的那么好对付，借助道具才勉强能看到魔灵的身影，尤其这里光线阴暗，他们又不熟悉环境，想驱逐眼魔简直难如登天。于是扎康想到了好办法，他利用咒语将泽德催眠，等眼魔入瓮，扎康再点燃法阵，一切都如扎康预料的那样。眼魔逐渐向猎物靠近，哈喇子都快淌了一地。不出意外的话，意外马上就要发生。关键时刻打火机竟怎么也打不着。情况紧急，只能解除咒语，唤醒泽德起身自保。想不到的是，看似物理攻击的眼魔居然还是个脆皮。更想不到的是，菲利克斯不仅是魔法师，还是个耍赖精。事后他突然变卦，理由是他要求驱逐眼魔，而扎康直接给弄死了。想要回小女孩的灵魂，就要继续为他效力。此刻查理不想再忍，决定鱼死网破。扎康劝他不要贸然行动，被直接打晕。其实查理也不傻，他想用体内的32条命做筹码换取女儿的灵魂。狡诈的菲利克斯压根就不相信他的鬼话。为了证明查理了结自己的生命，在等待他复活的这段期间，我讲一下查理获得不死之身的来历。那时的查理与扎康还不认识，扎康在酒吧泡妞没钱买单，他觉得查理是个傻憨憨，想让他帮买单。作为回报，扎康赠送一套圆桌骑士的保护咒。晚上酒吧意外发生火灾，48人遇难，其中就有查理在内。不过查理不仅没有死，甚至还更健康了。为搞清楚一切，查理拿着47人遇难的报纸去找扎康问清楚原因。其实扎康也没想到，他随口一说的咒语竟真的应验了。说白了就是意外死去的47条人命，经过咒语的加持，都吸附在了查理的身上。为了不让这些人白死，所以他毕生都在跟随扎康驱除恶灵。算上刚才自杀的这一条，查理还有31条命。看到他的复活，菲利克斯突然来了兴趣，不仅同意了交换，甚至承诺以后都不会去骚扰他的家人。也就在此时，扎康清醒跑来阻止。菲利克斯怕对方反悔，急忙握手同意。一瞬间，查理用对魔法免疫的法宝将菲利克斯与自己牢牢地拴在一起。那是阿喀琉斯的角种基建制作而成，目的就是与对方同归于尽，这样女儿的灵魂就会自动归位。可如此严重的自残，查理也不清楚还能不能自